夜晚嗰時，澳門婆仔屋變成一個鬼魅嘅地方，將啲人即刻投入萬聖節嘅氣氛。紫黑同橙紅色嘅燈光交織，配合霧化煙霧效果，營造一種詭異又迷離嘅環境，好得人驚。有啲風吹埋嚟，帶住啲濕立立嘅泥土味同枯枝香味，令人完全投入幽暗森林嘅感覺。燈光由窗口射出，呈現暖色調，照住萬聖節裝扮嘅 cosplayer， 做出鬼魅時刻嘅夜晚。環境音響播放住低沉嘅風聲同鬼聲，耐唔耐聽到尖叫同笑聲，搞到成個空間好驚嚇。今晚婆仔屋唔單止係萬聖節派對，更加係歷史同時尚結合嘅文化嘉年華。鬼怪裝扮嘅婆仔屋萬聖節就好似一段色彩斑斕、充滿魔法嘅回憶，熱鬧又神秘。